了客家小炒，大家都吃过。不过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我们带您到新北市的三峡这边这家餐厅的老板娘秀梅姐有改良新吃法，客家小炒不用3层肉，用的是松板猪，吃起来清爽健康。而店内挂着阿嬷的旧衣裳，她说看着衣物能提醒自己别忘本。一讲讲周成和，排排坐冲山歌。花布鼓瓮、大红灯笼，摇纸饕客走进三峡客家村。客家村里很客家，时间墙上是老板娘秀梅姐的年轻回忆，脸庞笑得甜美，人生却没那么顺遂。10多年前，丈夫工厂倒闭，让传统的客家妇女对外洗手做羹汤。客家小炒不放油腻的3层肉，放的是松板猪或者鱿鱼和青葱，在大火里跳跃着。这道招牌菜，秀梅姐从母亲手里学来的。当年创业维艰，母亲是最重要的救援投手。食材是她帮我买的，从苗栗大湖，她帮我采购这个松板肉。对，那然后我们就松板肉就一开始就是用松板肉炒起的。家人全力支持，客家村慢慢做出了口碑。秀梅姐再把苗栗小炒换个新吃法，包进了客家的艾草板，甜甜外皮多了咸香风味。以前我是小时候，我们去扫墓哦，我妈妈都用包那个酸菜。那然后我们开店过后，我就把它改良包客家小炒。客家菜的基底下改良式菜肴意外受欢迎，但忙着走出风格的秀梅姐却很坚持，客家人开店就要有客家味儿。一拖神父向阿婆做的，其他佢个子细细只嘅丁丁。阿嬷的衣服念旧的秀梅姐细心保存，挂在墙上留念，欣赏的同时还能念上客家童谣。唔是大唔是妈啦，17、18愛行家啦。家都哪家都無談開，因為挑案簡單的，因為人哈，全部都河洛人，都是閩南人啊，然後我就挑比較簡單的啊。現在我們的客人10幾年了，他自己都會念的。简单的童谣让大家对客家文化不再陌生了，品味菜肴的同时认识了客家庄。秀梅姐认为，客家人饮水思源不忘本，即使从苗栗迁居三峡，她依旧没忘，实践在客家村上。阿嬷的客家山在客家最深的回忆里驻足，应景向前，大红灯笼做指引，客家妈妈的滋味做后盾，大火翻搅新客家小炒，碰撞出不服输的感动时刻。